中央去年推动逐班拢有牛奶通饮的这个政策，了后因为执行有困难，全冻点。今麦台北市宣布要由教育局提出1亿8千多万，4月份要推出改版的大家学生拢有牛奶通饮的这个专案，而且以所有的身份证去超商都会当领。中央伫去年推出每一班拢有青饮的政策。 不过实施了后，因为执行有困难，暂停。台北市政府即马宣布，将会由教育局家己调出1亿8千400万的财源，第4个将会设升级版本的每一个学生拢有青饮通饮的专案。对的事情中央不做，我们来做。我们让孩子可以透过数位学生证，直接到超商、大型的卖场去领取鲜奶，而且这也没有所谓您中央所说的。 有城乡差距。通路讨论的时候，是以鲜乳以及就是有可能有部分的孩子因为乳糖不耐可以选择豆浆还有部分的超商是愿意提供优酪乳。教育局讲，每一个学生拢领青饮的专案。 补助的对象是全市小学加幼儿园的学生，相比较中央进前的政策，即个补助公立小学也个附设幼儿园是更较快。那次数方面是减少，自1礼拜2遍变做1遍，总共有18万4千个囡仔会当领到。领的方式是用所谓学生证碗卡来领，学生会当摕证件去超商顶通路碗卡领牛奶，会当依照家己的需求改啉豆奶。 喜欢去超商换嘛，也比较便利啊，这样子。要不然那个学生带回来很重。哦，这么好哦，那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不见得很喜欢喝那个嘛牛奶，可以选的话，那当然是最好。教育局补充讲，这项专案按算逐学年提供40个礼拜，每一关的补助计数是25块，一年差不多需要1亿8千400万。 由地方的教育发展基金来支付，目前是委托仁爱国小办理采购招标的作业，系统表也有商品表，按算伫咧3个中的决标，再来进行系统的改接，也有测试，按算伫咧4个实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